今年咧其實聯招報名嘅人數咧比去年多咗5%嘅。咁呢個係一個升勢嘅持續，因為2025年本身咧都已經比2024年咧多咗9點幾個%，但係同時間聯招派出嚟嘅8大 Year One 位咧，其實基本上不變嘅，甚至乎有少少微微下降嘅趨勢。因為有啲聯招嘅位咧，其實而家啲院校都傾向俾一啲非聯招嘅本地生同學，咁所以此消彼長之下，競爭嘅人數多咗，派出嚟嘅位少咗咧，我哋觀察到就係聯招裏面特別係資助大學咧嗰一啲學科嘅中位數下4/3數咧，普遍都上升。但係去年我哋觀察到咧，其實報 DSE 嘅人數上升9點幾個%，報聯招嘅人數都上升9點幾個%。咁最後好多學科嗰個叫做收生中位數咧，其實個上升都係大約8至11-12% 度。咁你會見到都係同9% 差唔多嘅。咁所以第一就係我哋即係唔可能去知道實際上嗰個學科收生嘅分數係幾多嘅。咁但係我哋都有個預估嘅，就係特別係8大嘅課程咧，應該會上升大約5%。咁但係呢度我都要有一個即係補充嘅，就係呢個係一個普遍現象。但係最終咧，舊年其實都有一啲學科咧個分數係不變，甚至乎係下跌嘅。咁有啲學科，假設啲同學擔心佢收生分數上升，變咗好多時高分嘅同學唔敢揀，咁有可能會下跌嘅。究竟我幾多分可以判斷自己有機會去入呢？其實就有2個大原則嘅。第一個就係有一啲課程咧，我哋叫做穩陣可以入到，有啲就叫搏得過。咁所謂穩陣可以入到咧，當然係一個即係大約嘅概念啦。但係一般嚟講，我哋同啲同學講咧，就係嗰個學科，如果同學達到計完分之後去年嘅中位數或以上，如果學科嘅學額係唔太少嘅，可能都有60-70個或以上啦。其實嗰個課程都已經係幾穩陣可以入到㗎啦。咁當然今年可能都有好多變數，學生人數上升，多咗自修生，佢哋嘅分數難以去判斷。咁所以我哋都可以再上調，例如5至10%，咁就會穩陣啦。咁實際啲講，舉個例，有個學科，舊年佢達到30分嘅，咁我哋再判斷上5%啦，31.5分啦。咁如果一個同學攞到32分，其實都應該係穩陣可以入學嘅。咁呢個就係所謂穩陣入學嘅概念。咁至於博嘅一個概念咧，其實就有啲未知嘅，因為所謂博就係唔肯定嘛。咁我諗同學要去判斷一個學科有機會博去入咧，可以用2組數據去做參考。第一就係中大、港大同科大咧，其實出咗一個叫預期分數，英文叫 expected score 啦。其實當同學搭住嗰個預期分數，甚至乎係再高啲咧，都代表同學係有機會博得過去入嗰個學科嘅。咁所以要報中大、港大同科大嘅同學咧，可以做呢個參考。其次就係一啲其他院校佢冇出預期分數，但係佢都會有下4/3數。咁下4/3數即係話嗰個學科去年大約100個同學裏面第75個同學嘅收生分數啦。咁所以同學如果個分數係同去年嘅下4/3數有一個合理嘅距離咧，其實都值得搏嘅。舉個例，嗰個學科可能去年收25分嘅下4/3數，咁如果我哋攞住24分啊、23分咧，其實都有機會嘅。咁至於去到幾遠咧，其實就係同自己個喜愛程度有關咯。一般嚟講就係嗰科我係非常中意嘅，咁你再距離遠啲搏下嘗試下都值得嘅。咁但係如果我只係一般中意嘅話咧，最好就近啲嗰個下4/3數咯。咁但係無論如何點揀都好啦，其實聯招我哋有20個選擇㗎嘛。其實喺個 Band A 方面咧，我哋都要守住一個原則嘅，就係喺 Band A 我哋期望已經攞到一個8大嘅 UGC 學位嘅 offer。咁即係話喺 A3 呢個課程咧，其實要穩陣嘅。咁所以 A3 係一個穩陣嘅選擇。咁但係今年變數多嘛，咁所以我都建議今年同學咧，連 A2 都應該要係穩陣。咁但係喺 A1 呢個學科，只要佢係
好喜歡、好想讀嘅話咧，其實都可以嘗試一啲叫博得過嘅課程咯。因為我哋永遠唔知道最後嗰個收生分數咧會唔會不變或者係會微微下降嘅。其實去到 Band B 咧都有學科會排位嘅，咁但係真係按以往嘅例子啦，Band A 咧就喺中大、港大同科大，我哋叫做相對嚟講排名較高、收生分數較高嘅學位大學咧，其實 Band A 派出嚟幾乎100% 嘅，咁所以去到 Band B 咧，可能就係其他大學以及係聯招仲有其他嘅選擇嘅，例如我哋講嘅 SSSDP 又或者係自資嘅學位啦，都會大學嘅學位喺聯招裏面咧，其實 Band B 去到 Band E 都有機會派出嚟嘅。咁當然越受歡迎嘅課程喺個高 banding 派出嚟嘅機會越高。咁所謂 Band B， 我諗個策略其實好重要就係同學報嗰個學科嘅收生分數咧，理應同 Band A 係有啲距離，有個即係樓梯級嘅差異。舉個例，一個同學 Band A 揀一啲課程都係普遍收5科25、6分嘅，咁去到 Band B 咧，好可能就要揀啲收分低啲22、23、21咁樣會好啲嘅。因為所謂 Band A 同 Band B 咧，最大嘅分別就係讓嗰個大學佢可以見到同學喜歡讀嗰個學科嘅程度，咁你喜歡先會擺 Band A， 好有熱誠去讀先會擺 Band A 噶嘛。咁所以當個同學擺 Band A 嘅時候咧，好多時會有一啲優勢嘅。咁舉個例，有啲院校中意俾 Band A 嘅同學咧，有一啲面試，透過面試再加分。咁有啲同學如果佢係擺 Band B 咧，可能就冇咗呢個叫做加分面試嘅優勢咯。咁所以記住 Band A 理應報嘅課程嘅分數係高啲，去到 Band B 咧就應該要收一啲叫做收分較為低啲嘅課程咯。就係以前咧就好多時係資料缺乏，但係近年咧其實資料係唔缺嘅，反而倒轉頭有太多資料。當有太多資料嘅時候咧，點樣去判斷啦？點樣去理解？其實如果要去睇一啲叫做正確啲嘅資料，第一就可以睇返官方嘅資料，例如一啲大學嘅資訊啊、大專嘅一啲資料啦。第二個就係可以睇一啲政府嘅網站，因為政府其實都有幾個網站或者一啲叫官方嘅網站咧，都提供一啲叫中立嘅資訊。例如我哋要報聯招、報八大，可能睇返聯招嘅網頁。咁聯招以外一啲自資學位咧，其實香港政府教育局咧都有個網頁叫做呢個 Concord， 其實就係自資院校嘅一啲資料咯，包括係一啲收生嘅要求啊、分數啊、課程嘅類別啦、是否評審咗啊，甚至乎再仔細啲嗰個學科提供嘅獎學金啊、老師嘅一啲背景咧都可以有嘅。好多時啲同學咧關心就係嗰個叫做面試嘅結果，例如佢答嘅答案好唔好啊？答案係咪正確啊？但係好多時咧面試咧，佢觀察一個同學，未必係佢講嘅説話嘅，而係有好多其他嘅反應嘅。